大家好，我係 May，歡迎嚟到看香港頻道。巴巴萬加2026年預知天災同國家嘅衝突。巴巴萬加係保加利亞嘅知名盲人神秘學家，一直以嚟佢都係以一種精準嘅語言令到全世界關注。有人話佢係巴爾幹半島嘅諾查丹馬斯，亦都有人叫佢盲眼龍婆。呢位已故嘅預言家有好多精準嘅預言，包括曾經預言戴安娜王妃嘅離世、席捲全球嘅恐怖嘅新冠疫情。儘管巴巴萬加喺1996年已經離世，但係後人不斷咁解釋盲眼龍婆留低嘅預言，同今日以至未來嘅情勢做出唔同嘅預知。直至目前，世界各地依然有好多人好好奇巴巴萬加嘅最新預言係乜嘢，同時亦都相信佢預言嘅一切。當呢個帕哈爾加姆襲擊、印巴戰爭、艾哈曼達巴德空難、以伊衝突等等嘅悲劇事件發生時，大家都再一次回顧巴巴萬加嘅預言，並對星象是否發生咗一啲咩問題而進行去探討，發現一啲關於2026年嘅預言係未來需要注意嘅事件。而家已經到咗2025年嘅10月，時間正喺度快速咁前進，眨眼間一年好快就結束。喺巴巴萬加對於2026年嘅預測中，有啲非常令人擔憂嘅內容，其中包括人工智慧嘅快速發展同外星生命嘅接觸。不過同而家最有直接關聯嘅就係毀滅性嘅自然災害同埋全球嘅衝突。喺幾個國家戰事不斷、天災橫行嘅今日，有兩段非常值得關注嘅內容。雖然有啲人感覺呢啲內容係當作笑話，嗤之以鼻，但係亦都好多人係相信呢一切可能會成真，亦都係一個不容忽視嘅警告。災難性嘅天災。關於天災方面嘅預言，巴巴萬加曾經預測地震、火山爆發同埋氣候變遷將會影響世界上嘅好多嘅地區。報導指出，到咗2026年，將會發生一系列嘅災難性嘅自然災害。呢啲災害包含劇烈性嘅火山爆發、強烈嘅地震。喺氣候方面，亦都會出現可能影響地球近8%嘅陸地面積嘅惡劣天氣。目前世界上已經發生咗地震、海嘯等等好多嘅災害事件。呢啲預言警告，佢哋可能會危及到人類嘅生命，摧毀基礎設施，並且損害脆弱嘅生態系統。儘管巴巴萬加嘅預言並冇具體咁指出邊啲地區受到影響，但係今年喺加拿大同埋澳洲發生嘅毀滅性嘅森林火災，歐洲地區遭遇創紀錄嘅熱浪，環太平洋火山帶附近亦都發生咗地震活動。有專家表示，呢啲天災事件係一個警告。如果今日我哋喺生活中做好面對災害嘅準備，以及我哋大家增強氣候適應能力嘅必要性，亦都係十分迫切嘅事情。喺災難來臨嗰陣，可能冇辦法做到完全嘅防範，但係對於相關知識嘅準備同埋一定程度嘅預備，就可能喺危難當前唔至於措手不及。第三次世界大戰。關於2026年嘅世界緊張局勢預測中，就係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嘅可能性。報導中指出，巴巴萬加預測大國之間嘅衝突程度可能會加劇，考慮到俄羅斯同烏克蘭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，亦都可能會發生俄羅斯同美國之間發生直接嘅武裝對抗嘅局面。目前，中東、東南亞同埋南亞地區嘅局勢亦都係日漸緊張。
大家都非常之擔心全球衝突將會不斷升級，種種嘅國際事件嘅發生，凸顯咗國際關係嘅脆弱性。喺巴巴萬加同世界局勢有關嘅預言中警示，地區問題可能會迅速咁演變成更大範圍嘅衝突。呢啲預言講俾我哋聽，喺2026年，外交維和同埋全球嘅合作係極為重要嘅因素。好，我哋今日嘅影片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觀看，感謝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。